や、マジ大丈夫、大丈夫。大丈夫、大丈夫。日本九州熊本縣自28號發生7.1級極淺層強震之後，災情持續擴大。喺29號晚上9點29分，當地再爆發5.8級極淺層強烈餘震，地質極不穩定。據日本放送協會報導，熊本縣政府今日上晝9點半召開第7次災害對策本部會議，期間宣布罹難人數增至35人，其中包括先前調查係咪同災害有關嘅死亡案例。喺御城市有70幾歲嘅農民被倒塌嘅屋梁緊緊壓住，不幸身亡。白代市嘅日本製紙廠嘅煙通喺地震瞬間斷裂坍塌，巨大混凝土壓住廠房，導致11名工人被淹沒，當中已證實有9名工人罹難。而位於加島町嘅永旺熊本購物中心更引發最嚴重嘅次生災害，強震引致罕見嘅超音速爆轟大爆炸，瞬間將購物中心內部炸成廢墟。獲救嘅12人之中有7人死亡，5人受傷。今次災難造成嚴重建築倒塌同氣體爆炸，亦令九州多個縣市陷入大規模停水停電。以冰川町為例，町公所因為斷水斷電，導致電腦系統癱瘓，防災網站完全無法更新，連主要道路都出現嚴重裂口，原定嘅11個避難所無法使用。由於日本氣溫連日嚟平均高達35度，大批災民被迫喺操場車中避難。日本政府目前已經喺九州5個縣開設超過500個緊急避難所，動用自衛隊同警察全力搶修。然而，地質專家發出嚴正警示，指當年311大地震發生前3日，同樣出現過7.1級強震，加上百年一遇嘅南海海槽大地震已經到達週期。呢幾日嘅強震極可能只係更大規模巨震嘅前震，未來幾日必須高度提防規模更強嘅主震發生。如果大家或者身邊嘅親友正計劃前往日本九州，請務必密切留意當地官方最新發布嘅安全指南同交通資訊，並預先做好防災準備。黃金救援72小時已經喺今日下晝3點半左右屆滿，我哋一齊為受災嘅民眾祈禱，希望搜救團隊能夠盡快救出更多生還者，災區能夠早日重回平靜。Techline 繼續同你 tag 盡香港至 hot 話題，睇完記得 comment、like、share 同埋 subscribe。我哋需要你嘅支持，更需要你嘅消息。有料即爆 ，WhatsApp 報料熱線91060617。